后礼拜六特别选举咯，国民党的侯友宜总伫新北市强调讲，若白合签的6点协议搁准算，所以若输选赢会成立联合政府。也毋过郭文地发口说讲国民党都爱先确定讲是谁来做主。郭文地伫今仔早起嘛展开全台湾车队的扫街拜票。民进党的赖清德是去嘉义辅选咯，之前伊讲宪法是灾难，受到批评。赖清德今仔是强调讲硬要甲中华民国宪法9日共识法，这真正是危险。政党轮替，众望所归。大选特别到啊，启动陆战，民众党国民党早起甲副手吴新平分进合击，展开全台车队扫街友台选情。对侯友宜初一提出，当初若白合签署6点协议，议员伫咧选后一定会成立联合政府讲法。国民党反对口说，且国民党先不清楚，即嘛是什么人在做决定。先国民党先搞清楚，到底现在国民党是谁在做决定的？那个朱立伦不是说坚壁清野吗？那侯友又跑出来这个讲这种话。现在是跟国民党还有得谈吗？没得谈了，要谈什么？这已经是中共支持的人来谈什么？国民党车队为新北市出发，一路由北向南，搁伫车北为高雄、台南转来，搁回防北台湾。民进党大清定也掠时间到家己火山地会进行宪法灾难的讲法，也去证据。赖清德表示，硬将中华民国宪法9日共识化，这是真正危险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多次定义9·2共识，就是一个中国原则，台湾1国2制的方案。在这种状况之下，硬是要把中华民国宪法9·2共识化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危险。对赵少康在副手辩论会顶悬，一直攻击因流出的证据，赖清德回应已经交予律师处理，交付公益信托，未改变。国民党侯友宜早起回新北本命区扫街，呼选大将李乾良个断言，气候包括未出现。我想气保效应，在未来会不会成真呢？我们还在期待，还在观察之中呢。我想大家对侯康配的支持度，我想一直有很高的期待。那也评估侯友宜回防800基图，为保持100万票左右的差距，才有胜选的机会。针对侯康配在宏观民调显示优势中间选民，李乾良认为民调只是参考，对侯康配是较有信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